当邀请咱算做咱台湾国内吼真罕有的参与台湾语文的推动运动20几冬吼，然后搁去国外读语言学的博士吼，转来。 若是做台语文运动，吼，伊本身对台语、越南语的研究比较的专长，吼，甲对东南亚文化、历史的迄个研究，吼，所以会使讲台湾找无几个像咱邱教授安尼啦，吼，今日要来甲咱讲对越南，吼，脱汉的即个历史，吼，来讲咱台湾的台语文运动，吼，应该未来可能会当安怎来处理啦，吼，今日嘛真欢喜咱主持人吼邀请基成兄吼。 咱这讲是台语的佚佗啦，就是客气啦吼。咱长久嘛是基成遐参与关心咱这台语文的这个工课吼运动吼长久伫咱理工区台语文读册会吼，咱大家做伙安尼研讨吼嘛已经不离啊侪冬啊啦吼本身这个。 基成遐嘛，对即个罗马字吼，对即个毋若是读，阁是写吼，拢有已经几若冬的以上的即个经验吼。咱即马要甲时间交互基成遐进前吼，我先宣布一个另外一个相关活动看大家若有趣味吼，会当来参加，就是对咱台语文运动嘛，真支持的一位先辈吼，已经过身伫11月12日要举办。 黄昭栋主席的纪念音乐会啦，吼，这音乐会免费参加啦，吼，大部分拢是咱台语的这个歌诗吼的这种的表演吼的一个纪念音乐会，吼，等下甲资料分互大家，若有需要票，等下后壁吼会当来摕，好，咱即马就甲时间交互基成兄。好。在座的。 各位先辈，吼，甲周老师，甲基金会大家晚吼，今日我叫做林基成，我伫台中大汉的，伫台北迄个国家机关做事差不多10年外安尼，今日足大的荣幸，会使来主持，来替今日即个算台文界伫我心目中上会使讲是正将，嘛是我看伊足侪文章的啦，对我个人有足大的启示的蒋维文蒋教授来开场，这是我足大的功用。 嘛，最后感谢基金会，互我这个机会安尼。我感觉今日这个主题对足趣味的，即讲主题就是讲要安怎脱离这个汉文化，汉文化袂输就是中国文化共款啦吼。我感觉这个主题袂输哪咧讲我本人安尼。嘿，因为我就是受着，我相信我甲一般人拢共款啦，我嘛毋是啥物特殊的咧。自细汉就是读四书五经嘛，吼个天公伯个互我即粒头脑个还真厉害，足够记的安尼所以拢一直考，迄个考试拢考足好的安尼所以四书五经拢背甲足熟的但是毋知影落水溪伫倒位阮大潮人，我家己煞毋知影落水溪伫倒位安尼，一直到即摆嘛还毋知啦吼但是即摆还毋知，这就是我的毋对但是我较醒进前毋知，我感觉这是即个国家的毋对安尼，所以伫我觉醒进前我就是一个自认为我家己认为我是一个正正的中国人就学校拢安尼教，电视嘛安尼演社会氛围嘛是安尼我家己的，甚至我家己的家庭嘛无好成即个代志所以我做正正的中国人，做到一直到我觉醒的迄天，我觉醒嘛是主要的迄个引爆点，嘛是透过语言虽然讲进前迄个火警无一定是语言有可能是
感觉即个代志呐小可怪怪的，想袂通安尼啦。吼伫学语言的过程中当然迄当阵学广东话嘛，吼英语自细汉就学的嘛。甲后来学韩国话安尼吼，透过语言这方面最后嘛是透过语言的学习，最后引爆甲进前台迄个会诊吼，全部拢甲点落倒安尼规个人煞转过来讲，哇，原来自细汉去互灌输，感觉讲天经地义的这样物件吼，我嘛无遐巧啦，毋敢讲因全部拢毋对啦，但是拢毋对的所在，我感觉足侪啦，像我来感觉讲中国人其实真虚伪啦吼，这方面的安尼，差不多咱伫国际进程认为家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上界核心、上界重要遐物件，全部拢是迄个无遐正确的安尼。后来国庆了后，就是，迄是一个冲动嘛吼，是一瞬间的事情啦吼。但是后来就需要足侪这个知识方面啦吼，讲咱毋是意气用事啦吼，毋是讲咱生成讲反骨，就是人讲安怎，咱就要甲人讲道理安尼吼。所以需要足侪迄个知识安尼。所以为足侪先辈包括蒋维文教授，遮吸收到足侪知识安尼，互咱有即个互我有即个材料去甲人讲道理啦，毋是甲人冤家。因为冤家我嘛感觉无啥路用啊。今日佫一个中国人甲我佫较安怎，我嘛袂佫去认同伊啊。除非有法度讲出佫较好的理论，互我重新佫去认同中国嘛吼，安尼。目前我无法度去反驳啦吼。若是甲人咧争论，争论毋是无意义的争论，就是讲道理的争论。我较歹去甲人反驳的是讲，有人会甲讲咱是逢中必反啦，安尼嘿。我想咧，其实我心内感觉讲，你讲的嘛不离啊对呢。但是这是啥物道理吼？这我较讲袂出来安尼。我看相信今日为蒋教授遮，应该会使解答我即个心内即个疑问。嘛会使提供更较侪我无想到的，但是对我的人生应该有帮助。嘛会使互我运用去帮助更较侪人的知识安尼。安尼，请大家用上界热情的普声欢迎蒋维文蒋教授。咱主持人甲咱所有的遐个先进吼，大家安吼，先早甲班吼。大家搞早，迄越南话哈，先早吼，先早就是大家好，你好安尼意思吼。好我就坐咧讲啦吼，因为我看电脑较方便吼。今仔真欢喜讲会当来甲大家探讨有关越南脱汉吼，为遮来看咱台语文的即个运动吼。即当中咧，等下随时大家有啥问题，有要质疑的，也是要安怎拢会使。我感觉安尼较趣味啦吼，莫讲我敢若袂出伫顶头一直咧讲，敢若袂出上课吼，安尼。讲无落来吼，讲了无气力。我较介意讲大家有回应吼，大家有问题，甚至有质疑安尼上好吼，安尼较袂困去啦吼。好，咱为虾米要讲越南呢？有个人讲吼，大概咱若讲到台语，拢讲越南，咱像越南遐落后就害啊。若要讲日本，若要讲韩国。有个人可能安尼啦，我嘛捌拄过有人安尼啦。我看越南看因无咧，看因迄着足低落就对啊吼。但这吼分两点来讲啊。第一点吼，你若真正要看日本嘛好，要看韩国嘛好，咱嘛是感觉脱汉啦，程度无共尔啦，嘛是感觉脱汉啦。比如韩国
像最近大家讲到韩国一寡新闻哦，咱讲韩国咱嘛是无用汉字啊啦，剩少数人名、地名、少数专有名属于保留名，但基本上人嘛是，你若看人即摆韩国出嘛是共款，拢迄个爱用哈西哦，都拢用遐个因迄个韩国哦，韩国的文字，另外人嘛是脱汉啦。当然，咱今仔主题咱无要讲遐济吼。各位老师，我嘛有一寡文章是写韩国的，然后趣味咱才可以讲。日本嘛共款，话讲，你若人日本搁用汉字呢？我讲日本保留部分汉字是因为伊要去占中国啦。当初是明治维新了，因嘛有几若派，有三大派，一派是要用罗马字的，一派是要用迄个卡那的，有一派是讲用汉字，但是减少汉字的汉字的数量。这嘛是到尾啊，伊才有所谓1800几个迄个汉字的数量由来是安尼。当初是主张用汉字的，拢是啥物？拢军国主义者啦。遐主张要拍中国，遐军国主义，因的理由是啥？我若保留看汉字吼，我要拍中国，掠着啥物人，占着啥物城市，拢看有啦。人名、地名，你的册我拢看有啦。所以是因为要占中国，所以才保留用汉字的啦。毋是因为因咧侵占中国啦，所以完全无共啦。所以大家爱注意，我讲人日本都搁保留汉字，伊目的是安尼哦。咱翻头搁来讲越南，大家想看因无？搁人险境啊，若险吼，一个仔囝就足险的啦。咱看因无，毋过人近代有才调甲美国赶走咧，有才调甲苏联的手杀走，嘛有才调甲中国。赶走，嘛有才调甲法国赶走呢。咱台湾有才调无？刚才国民党就赶袂走啊！你台湾人是算啥？对无？咱越南有才调甲遮近代人，甲遮世界上强的遐帝国拢甲挡掉伊咧。尾下咱争取家己独立咧。台湾人有会防挨啊无？讲歹听，会防挨啊无？对无？到真个安尼，佮用稳互迄只，毋正狗佮伫遐拍走，这够道理。好咱佮翻头转来，有的人可能问讲为啥要研究越南？当初我若是要研究越南，其实呢，我会研究越南呢，嘛是为着救台语啦。有人讲这敢毋是牵起来，敢毋是无关系？有咯，真大个关系。咱甲越南的关系，毋是干那讲越南新娘尔呢，毋是讲去越南店食一下河粉安尼尔呢。其實咱佫有足濟關係嘅，伊佫有真濟關係吼。有時間咱來講吼，為啥要研究越南呢？咱知影吼，佇中國周邊足濟國家，攏互伊欺負着啦，獨干日本無爾啦。日本就因伊海島吼，古早中國人迄行船的能力也無偌好啊，所以伊無才調。逐屆若咱看歷史就知，要拍日本的時陣，攏拄着風颱，對無？就攏沉船去，所以攏拍袂贏。所以日本對中國無遐切啊，所以用阮有一部分漢字留來，這嘛有關係。但除了日本之外，你看中國周邊的國家啦，朝鮮啦、越南啦，大家都嘛有欺負甲足慘的。倒若欺負了足慘的，愈慘的吼，脫漢的決心愈堅定啦。所以你為文字來看就知影，韓國尾也用韓語嘛，越南尾也規個攏用羅馬字，就是安尼。若迄一寡吼無才調抵抗的呢，啥物壯族、苗族、瑤族遐吼，尾也就變叫中國收去，變做伊的駐地區爾，大概是安尼吼。所以咱若看越南的，咱就了解，伊甲中國規清黨的當中呢，伊安怎抵抗中國的侵略，有法度踮大國的邊仔有法度生存，咱嘛有兩步出來呢，咱就去了解講，是安怎？伊有法度過來，尾也甲咱爭取着家己獨立。上重要，過來對咱台語文上大，就是講，因過去用漢字嘛用足久的呢，用要到2000年呢，尾也有法度怎甲宣布廢除。而且各位恁即擺你也拄着越南嘛，你甲問講吼，請問漢字是中國字啊，越南字？伊100%甲你講，迄中國字，迄是外國文字，因袂講迄是漢字是越南字，絕對袂承認迄是越南文字。但是你若甲問台灣人吼，請問漢字是啥物字？這是我們的國字啊，我們要寫正體字啊。我咧，不管你正體字、簡體字，迄攏嘛中國文字，它也是台灣字。所以為遮你咱看出迄
国家的认同，过来迄个文化的认同差伫对啊。所以台湾无在了独立建国吼，离即目标过一个距离，为遮就看会出来嘛。哦，你为语言、为文字，你就看得到。你搁认同伊的时阵，你伫政治上你嘛袂甲伊做切割嘛。但是你若迄毋是你问越南啦，甲你保证100%无一个例外啦。伊甲你讲汉字是中国字，是外国字。啊，若越南字是啥？那现出时就是罗马字，因个字国母，就是国语字、国语字。啊，若古早呢，就字弄字南字，因就是类似台湾的歌册迄种字啊，因叫字南。字南就是南平的文字啦。啊，伊语法，那华语的语法是讲南字啦。啊，越南话的语法叫字南、字南啦。我拢照越南话的迄个语法在讲字南，南方的文字因用汉字来修改创造出因家己文字，等下嘛咱互各位看吼。所以，我当时就去了解讲是安怎因有法度独立，佮有法度甲家己的武器救转来。1945年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的时阵，伊佮先选，无几工吼，伊就宣布全国要推行越南罗马字啊。啊，你也看咱台湾的阿扁上任8当嘛毋敢宣布啊，嘛是共款继续中华民国的体制，嘛是继续用华语啊。蔡英文起来嘛共款继续用华语啊，佮愈惨尔咧。哦。人阿扁上无人，互关的时，佫会写阿母的目屎，佫用台语写的，袂用华语写咧。啊，蔡英文啊，万一啊，有一间互关的时阵，请问伊会用台语写，还是用华语讲妈妈的眼泪，对无？啊是妈妈的眼泪，你较会感动，还是阿母的目屎，你较会感动，对无？啊，所以差就差伫遮。好，啊咱，所以这就是讲为虾米我一开始呢，会要去研究越南，当然甲台语文化是有关的。啊，所以就因为安尼呢，才开始聊落吼。为硕士，我去美国读册开始，我就开始嘛，伫关心越南议题啊。所以算算嘛，差不多20档的时间啦吼。啊，咱一开始呢，气氛莫先遐歹吼，莫先遐严肃吼。咱先讲食的啦吼，为安尼先讲吼，台湾甲越南。我再先问一个问题。好来，有问题。我一定有即个一种想法啦吼。既然这个我直接讲的好来。台语啊，若要脱项，毋知讲恁在研究台语的过程中有一种想法，讲日本人有伊的其他卡人，什么卡达卡嘛，吼啊韩语嘛有伊的，啊是安怎台湾台文无咱家己的其他卡卡达卡。啊 ，OK， 其实台湾毋是无啦，嘛有啦，嘛真侪人哦，足侪套哦，几百套的哦。这进前，迄英文教授甲张学谦教授嘛咧收集过，包括我家己嘛有收集哦。其实是有，嘛真侪人哦。嘛足侪套的哦，有罗马字的，嘛有类似韩国人无迄种的，迄嘛过来的哦，啊，但是拢是干那开发者家己咧用尔，无法度推广，拖袂出去啊。啊，当你若讲坚持要用，迄嘛是会使，毋是袂使。啊，问题是现实上拖袂出去，拢干一人咧用尔，啊，拢家己用，甚至迄个人家己嘛无拄作，伊干那写遐规则出来，要叫别人用，但是伊无创作。啊，所以到尾现实上就是，等到是罗马字，特别是教会罗马字、白话字即套，等到伊的社会基础较大啦。啊，所以毋是无，嘛是有。啊，因为我感觉讲吼，即读罗马字，我上感觉即甲英语吼，迄个是真共。你若讲要真正有迄种文化的感觉，你爱用家己台文的感觉嘛，家己的刀枪嘛，对毋对？当然，你要用嘛是啥？都我讲过啊嘛，现实上。实际上，你若要用嘛有，啊，现实嘛有人设计啊，嘛足侪人设计啊，各种的方式有，你会当参考英文教授，吼，伊进前去有小解遐物件，理论上会使，拢无问题，啊，若大家同意，我讲迄嘛 OK， 但是我即摆讲的是一个社会基础的，现实上，即摆的普遍得的，就罗马较普遍是安尼，啊，这嘛是为虾米吼？其实罗马毋是干那台湾尔啦，越南嘛是利用啊。印尼嘛咧用啊，马来西亚嘛咧用啊，全世界上普遍的文字啊，是安尼啦。啊，好，咱再来翻头等下讲着，越南呢，咱若去越南小食店可能大陆会食着河粉啦，越南话叫河粉。啊，大家想河粉是啥物件？其实河粉就是几啊条啦，用台语来甲想就是几啊条啦。越南的河粉其实上早嘛是为广东遐传过啦。为广东人传，为是迄个潮州人传的啦，所以伊河粉伊佛，伊上源头其实是遐唐人传过越南迄边所以其实就是
几啊条啦吼。啊鱼了当然画几啊条，要做了较大还是较细，迄 size 的差别，过来较 Q 还是较软，吼，安尼一个差别吼。啊，伫越南，因的即个几啊条，因的河粉其实嘛南北无啥共，吼，南北是无啥共吼。啊，像这是越南的润饼，润饼糕吼，外国吼，越南的即个润饼糕吼。啊，台湾的润饼吼。啊，过来台湾甲越南吼，这其实甲迄历史文化嘛有关系啦，吼。即个过来因的较特殊的食物吼，像讲即个鸭颈卵，吼，就是鸭卵你摕去孵到一半吼，人个食牛排是讲要几分熟，吼，啊鸭颈卵是要几分大，吼，迄鸭颈要孵几分，要孵到偌大吼，看你孵20公的，还是你孵25公的吼，啊孵到一半伊会三只，吼，这叫做鸭颈卵，吼，这越南做名。啊，当然，这台湾人拢毋敢食，拢讲哇，这足恶心的吼，足恐怖的，遐个规只鸭味啊，你食。毋过其实这是文化的差异啦，文化的差异啊，文化的差异尔。因为你若换倒转来讲吼，比如台湾人爱食皮蛋，越南嘛看咱食台湾人伫食皮蛋，伊嘛足恐怖的啊，伊嘛感觉足恐怖，讲啊，恁台湾人爱食迄皮蛋，听讲古早佫浸伫马尿内底，遐垃圾。越南人嘛感觉恁食皮蛋足恐怖的啊。对无？哦，甚至讲臭豆腐嘛共款的。哦，越南人10个内底9个毋敢食臭豆腐啦。哦，伊嘛感觉臭豆腐足臭的，为啥恁台湾人爱食臭豆腐？哦，啊，这嘛是饮食文化的差异啊，哦，饮食文化的差异哦。啊，过来肉粽哦，板蒸哦，越南肉粽几多大哦？哦，几多大粒，像安尼细细格格真大。啊，当然伊有嘛有南北的差异，北部的是安尼四角的，啊南部是安尼长柱形的，哦，伊越南的肉粽甲咱小可无啥共吼，咱台湾是安尼吼。啊，过来饮食内底呢，较特殊的吼，食狗肉吼，越南伊有食狗肉，但是通常越南食狗肉是北部人啊，北部人较会食狗肉吼，南部人较无咧食，啊，北部人较会食狗肉，啊，因为狗肉嘛足侪种做法的，像这呢，这是因的菜市仔就有咧卖啊。即只是啥物啊？毋是白种烤鸭，毋是烘鸭味啊，这是河内烘狗啊，河内烤过哦，这是狗啊规只咧烘的。啊，伫越南伊是有专门饲狗仔咧台哦，就亲像咧饲鸡饲鸭共款，伊有专门咧饲狗仔哦。啊，这是即个我上头去越南，我想看了讲，这是啥物件？我本来想讲这是烤乳猪哟，还是鸭烘鸭啊？结果毋是，哦，这是烘狗啊吼，啊，这甲烘鸭嘛足像的，啊，所以这其实是文化的差异啦吼。啊，所以真侪越南劳工吼，特别啊北部来的劳工，因为因伫遐食狗肉是合法的，而且是正常的，所以来台湾人才会讲偷遛狗仔去杀吼，啊，就叫犯法，向伫遐关吼。啊，所以听讲最近迄个移民署敢若嘛翕真侪迄个宣传的底片哦，讲叫逐个哦叫越南遐人毋通食狗肉，啊，当然这嘛是文化的一寡差异啦吼。啊，所以咱一开始讲遮就是讲吼，台湾甲越南其实呢，咱的关系其实嘛真早就有啊啦。吼，即讲，譬如讲吼，像足早以前，郑成功有300个，不是3000个部下走去越南，尾仔遐人拢去娶越南某，住伫遐，迄叫做回闽乡闽乡人啦。尾仔因拢是都变做越南人去啊，啊，即嘛做名啊，甚至呢，遮个人安怎呢？迄当时越南皇帝甲伊收留。哦，啊，迄个越南皇帝，迄当时越南的伊分两边，拄仔咧内战分两边，所以啊，但是讲因瓦克是算是即摆的中部越南的中部遐个所在皇帝，姓黄，姓黄，啊，姓黄的迄个王吼，啊，迄黄王真巧，伊会讲安尼，哦，你拄仔3000个来，无安尼啦，你若甲我卖命吼，甲我效忠吼，替我开拓我的土地吼，我着甲因收留，互因做官，啊，所以遐个人吼，因迄当时着大明帝国。灭亡嘛，伊就走路嘛。啊，尾啊，郑成功遐个，因遐个换迄个清国借去吼，所以因就走去越南。啊，所以因就讲好啊，啊无安尼，我来替你卖命。哦，所以呢，因就去拍越南人边遐，较早迄是喀布里啊，哦，柬埔寨因的土地，啊，因迄个渐，才咱讲变做越南地。所以恁即摆若有机会去越南南部佚佗吼，像讲胡志明市啦，啊，像规个胡志明搁较落南遐，规个越南即摆南边，就是大概迄个时代。去拍落来啊！所以南部越南的遐食物的文化，甲咱台湾会特别较像
特别较像，比如讲米粉，越南面遐嘛有，南部无米粉，啊若北部较无，越南北部较无咧食米粉，伊拢食河粉尔，但咱主要讲的粿仔条安尼。啊，所以真侪即个历史渊源，古早就有啊。啊，若近代当的越南新娘，透过越南新娘，佮甲即个食物再来咱台湾。啊，所以家前捌越南嘛是有好处啦，哈，就算讲，啊，有的人可能对台语无遐关心，哦，无啊，其他的呢，加了解过，嘛是对咱有帮助吼。啊，咱即摆虽然呢，拄则讲的迄是食物较轻松的吼，啊，咱即摆呢，来各位要看觅啦，即首诗。这是啥物人写的？啊，这是用中文还是用台语文还是用啥物话写的？啊，伊这身体在乐中吼。我这支较要紧，会使。喂，这支敢若小可啥物款？这是啥物人写的？敢阿扁写的？毋是阿扁写的哦。这是用关心写的，无对，但是毋是阿扁写的，是。胡志明就是越南的所有的国父啦，吼，用中文讲是国父，吼，这是胡志明伊的乐中日记啦，狱中日记，就是胡志明呢，当初是互蒋介石掠去关伫广西一冬的时阵写的，哦，啊嘛好佳哉，胡志明迄当时互国民党掠去关，所以伊知影国民党的底细，对国民党有了解，所以救着越南，哦，安怎救着越南？这咱等下。讲到1945年先，就讲吼救着越南，啊，所以呢，阿扁啊，吼国民党掠去关吼，凡说换一个角度讲，应该嘛对有帮助啦，凡说啦吼，当然身体先顾好，身体顾好吼，较有机会来报仇吼。好，啊，这是当初是胡志明互关伫遐先，伊写的诗啦吼。啊，伊这写的诗，伊敢用中文写的，其实这汉文啦吼。啊，我记这个是讲吼，那越南老一辈的吼。1945年以前，特别是人20世纪以前的老一辈遐个人吼，拢用汉文，知识分子啦，拢用汉文啦。当然，伊读是用越南话去读啦，吼，伊毋是用北京话啦，吼，伊是用越南话去读。就亲像咱台湾老一辈遐个汉儿仔说嘛共款啊，伊咧读的是伊是用台语还是用客语去读这个汉文的共款吼。所以越南古早伊嘛是有用汉文啦，吼，啊用真久的一个时间吼。啊，过来，你若古早封建时代，越南的读册人吼，嘛是拢爱安怎？爱读四书五经，读唐诗，吼，爱着用越南话去读啊，吼，像讲这，有人要试看卖无？这越南话吼，你若会晓落马这个人，半摇半知啦，摇一半以上啦，吼，送对啊，你看这有人读出来送。送电对啊，就是安尼啊。无毋对，你看八成拢对啊。会晓台语罗马字，你看偌方便就好。咱台语罗马字甲越南罗马字相似度9成啊。人讲的电视定咧讲相似度哦9成，随类似的是共款的吼。所以伊这读做送电明月光，耳体掠糖霜，孤岛望明月。地道拄高峰，啊！你若甲用台语的迄个音来甲比较，会较熟。啊，所以这是汉字文化馆内底一个特色啦。你这唐诗呢，你用台语嘛会使，客语嘛会使，用广东话嘛会使，用越南话嘛会读一下。啊，拢爱用，你若用文言音，是会较接近啦。啊，讲到遮呢，我这就要讲吼，有个人会讲吼，台语吼，会当读唐诗呢，爱用唐诗呢，迄个。入声呢，押韵呢，拢押了足好个呢，所以咱台语就是古早的唐朝的官话，哦，唐朝皇帝就是讲咱即个话，各位安尼敢对？真侪人安尼呢，真侪人安怎以讹传讹，讲到一个病呢，讲敢若有影呢。当然，咱会当讲吼，咱当体谅嘛，因为有当时啊，因是过去国民党甲咱禁止嘛，啊，甲咱口说，甲咱侮辱，讲你这足低级的、无路用的话，足粗俗的，毋通讲。啊！伊伫迄个时代，伊用咱是要证明讲，咱是皇帝后代呢，毋通看轻咱。当然，咱为这个角度，咱是当体谅啦吼。但是到即摆即个坎站啊，咱无需要搁用讲咱是皇帝的子孙吼，来肯定家己啦，毋免安尼啦。台语就是台语，吼，毋免着搁人别人去肯定啦，吼。认真讲，迄讲着一半尔啦，其实倒变怪。毋
是皇帝讲咱的话啦，是古早的遐福建人、广东人，包括越南人，伊若想要做官的人吼，伊爱读四书五经嘛。啊，想要做官的人，伊爱参加科举的考试啊。请问古早的科举考试，上尾一关是啥甲你考？上尾一关是皇帝甲你考，敢毋是？对无？上尾一关你著去甲皇帝遐，皇帝甲你出题目甲你考啊，啊才紧啊！哦，看你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嘛。啊，请问皇帝若伫遐，啊，你用越南话来讲啊，对恁老板啊，新早哦，爱讲听有，皇帝听无，你著拗住啊，对无？是你爱配合皇帝，还是皇帝爱配合你？当然是要考试的人，你爱配合皇帝啊。甲咱即摆共款嘛，咱即摆伫中华民国体制之下，你联考是考华语还是考台语？当然伊嘛是考华语啊，对无？所以古早迄个时代嘛是共款。你上京赴考，上尾你若要得第一名的人，你就是爱用皇帝的腔口啊。所以古早读册人拢是爱用皇帝的腔口做标准语。所以，伊就去模仿皇帝的话，去学因的话，学会了单，对因家己当地语言单产生影响，所以变成文言音。所以，台语的文言音是安尼来的。文言音、白话音的概念就是安尼来的。所以，白话音是愈纯粹的台语啊，原来的面貌就是白话音啦。啊，若文言音就是愈后来读册人去学皇帝的话了单，留伫当地的语言内底。啊，即个文言白话，即个形式，即种现象，毋是干那台语有尔啦，越南话嘛有啦，日本话嘛有啦，只要用汉字的遐国家拢有啦。所以你看，特别像日本嘛，共款伊嘛足侪音啊，有五音，有啥物音，甚至一个汉字佮几若种读法。哦，咱在座话，咱日本的就知，对无？越南话嘛共款，一个字嘛几若种读法，啊，就是无共时代，遐读册人去模仿无共时代的皇帝，伊无共时代皇帝，伊语言就变迁去啊嘛，哦，所以迄是讲歹听，迄是咱当初是去互中国皇帝统治殖民的一个记号呢，迄毋是咧偌好的记号呢，迄是咱去用殖民，去用文化的殖民的一个歹的印象，所以歹的记号，所以咱是受到伊的影响的，毋是讲皇帝，迄当时皇帝讲咱的语言。迄底底是古早的咱的遐个先人，因为着要做官去模仿人皇帝的语言，尾也甲留落来是安尼。哦，所以进前讲啥物，咱这用台语读东西读了做拗，所以咱这就是皇帝的话，迄是倒变啊，迄是无逻辑的。哦，所以即个现象哦，我嘛感觉台湾人是做好笑的。台湾人拢会讲安尼，但是你若去越南哦，你凊彩问越南人，伊甲会讲哦。咱这越南的古早皇帝讲的话，讲你笑的，真正的。所以足侪人对越南人来讲是基本的常识、基本的知识尔。台湾人拢家当作好，敢若袂输足够足样的。啊，这是啥？是拢过去国民党甲咱教迄套内底，要甲灌输出来。啊，这就是讲传统的这个东西呢，用越南话来读一下。啊，然后就是要甲大家讲吼。台语毋是纯粹的中国的汉语啦，毋是纯粹中国汉语啊。这有机会咱另讲再去讲吼。啊，咱即下再来讲越南，伊的大概历史背景啦吼。越南呢，伊即个为公元前111年吼，到公元939年吼，将近1000通当吼，是中国直接统治。伊互中国直接统治超1000担，啊，当时统治呢是超伫目前的北越遐尔，因为越南伊是后来愈来愈拖愈下骹吼，啊上古早是超即摆的北越遐尔吼，啊尾也伫10世纪的时阵呢，啊，因利用东调台湾的时阵，唐朝吼东调台湾的时阵呢，啊因就脱离中国，脱离当时的东调啦，啊然后建立家己一个封建王国吼。啊，一直到19世纪吼，等于接续来迄1000担的当中呢，差不多是封建王朝，用家己封建王朝，有家己的即个国皇帝啦吼，家己的皇帝。但是呢，3担5担嘛是爱中国去调国，等于是中国的藩属国吼。啊，法国是差不多19世纪后半期的时阵才翕来，19世纪后半期的时阵法国翕来
占越南哦。啊，伊一开始是为中部越南先占起来，啊尾啊呢，才去甲规个荷兰嘛，规个北越拢摕落来，啊，全部摕来到1885年的时阵啊，到1885年的时阵呢，才甲规个越南摕起来啊。啊，摕起来伊嘛占真久啊，啊，占要到将近要1世纪吼，到1945年呢，伊即个胡志明啊，利用即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阵呢，伊紧宣布独立。啊，这咱等下来讲，这嘛真精彩吼。伊利用迄时宣布独立。啊，当伊一开始拄宣布的时阵呢，无一个国家承认的，无半个国家承认啊。因开始有人承认是吴东后，吴东后中国甲迄当时的苏联第一个承认越南的。啊，豆豆才开始承认，但是伊一开始吼，伊袂当讲吼，啊，我著爱有人承认，我较要宣布，那迄著袂好饲啊。好佳在伊骹手猛掠紧宣布，伊若无紧宣布吼，迄个时阵吼，越南有可能变中华民国的一个省，有可能变中华民国的一个省。安怎讲呢？这咱等下来讲啊。啊，当然，伊即个45年宣布独立了，伊著搁随宣布。啊，要采取越南话啊，废除遐汉字，无要用汉字，嘛无要用法文啊，这是伊的一个大概一个历史吼。啊，伫无共时期呢，伊使用的文字啊，还是讲语言嘛是无共啊。迄个中国统治的时当然是以汉字为主啊。啊，伫封建时期呢，伊嘛是用汉字为主，遐皇帝嘛是用以汉字为主。啊，但是民间豆豆形成一种字南字啊，一种字南字啊。啊，到啊差17世纪的时阵吼，16世纪尾、17世纪初期，有传教士迄边，吼，因开始，有要传教，啊嘛开始设计罗马字，啊，所以因即摆伫用的罗马字，就大概迄个时阵传落来，吼。啊，伫法国的时代呢，伊主要是用法文，啊，官方会用法文啦，啊，民间的越南人伊会当用罗马字，啊，迄当时的法国呢，因是用阮。越南人会当学越南话，嘛当用罗马字，啊，但是限定是国校的阶段啊，就是你越南人去读册的时阵，伫国校是双语的，就是你要学法国话，啊，过来越南话会使，但你越南话要学爱用罗马字，袂使用汉字，啊，你若是去法国人开学校啦，啊，你学越南话会使，但是你爱用罗马字，因为越南人就无爱用汉字，啊，为法国人无爱用汉字。啊，为啥法国人无爱用汉字？因为法国去占领越南了呢，因发觉讲吼，越南人拢用读中国册，读四书五经，读中国册，读成济吼，拢受中国影响啊。啊，所以因就感觉讲，若要互越南呢，会当甲法国较亲近的，渐渐甲中国疏远，上好就是莫去互因读中国册啊。啊，无互因读中国册，上好就是汉字甲禁掉就好啊。莫阁用汉字就好啊！啊，你若讲汉字要禁掉，要叫伊随用即个法国文吼，法文的时阵吼，落差伤大啊！过渡期呢，因就讲吼，过渡期先互因用越南话要紧，但是越南话互因用罗马字，先用越南罗马字，等甲伊罗马字接受了呢，才开始引出因继续用法文啊！所以越南罗马字呢，对法国人来讲，迄是过渡时期，先互因过渡。哦，啊嘛好佳在拄好是有法国安尼的一个政策吼，所以帮助着即个越南的即个罗马字吼有成长的空间啦。啊，若无伫迄进程咧，拢主要家伫教会内底使用咧。啊，因为法国人的统治的关系咧，开始教会以外的人嘛开始有接触，开始咧用罗马字啊。细节咱等嘛过来讲吼，这是咱先针对即个越南的一个较大概一个过程吼，小讲一下吼。啊，过来，若就文学的角度来甲看的时阵呢，越南的文学史观，只要你若有机会，你也问越南人，啥物叫做越南文学？啥物是越南文学？越南文学的定义是啥？基本上你若去甲看现处是越南因的册，有甲越南文学史的册，基本上就是越南人用越南话写的。迄开始越南文学啦，越南人用越南话写，开始越南文学啦。啊，若是譬如讲，若汉文写，迄要哪算？古早因嘛足侪汉文的啊，古早嘛足侪汉文写的啊，要哪算？迄要算越南文学也毋是。
哦，迄你若台湾人吼，台湾人讲，台湾人诶对台湾文学定着，啊，都写甲台湾有关系，迄就叫台湾文学，迄是足奇怪啊！即种定义足奇怪啊！我都目前定义啦，讲甲台湾有关系就叫台湾文学。各位你也想，哪一个变怪？啥物是越南文学？都写甲越南有关系诶文学，迄就叫越南文学。啊，若安尼，我写足侪甲越南有关系啊！我去越南嘛写足侪电影笔记，嘛写足侪文章诶啊！安尼我诶物件就变越南文学。安尼越南敢会甲我列做越南文学诶作家？我若要求越南人甲列入越南诶文学作家，人甲讲你笑诶，嘿，真正诶啦。所以迄个定义讲写甲台湾有关系，迄个叫台湾文学，迄是足奇怪。迄你敢若讲主题甲台湾有关系诶文学，安尼尔嘛。但是你若看逐个国家，包括像越南，基本上你越南人用越南话写，伊较会认为你是越南诶文学啦。所以，譬如讲你若古早呢，上古早诶时阵，汉字诶时代，比如中国统治诶时代，伊会分哦。你若中国人写诶，遐少数中国人去越南做官诶吼，伊无认为迄个是越南文学，迄是殖民者诶文学啦。啊，嘛毋是文学，迄是殖民者诶统治诶文献尔啦。迄叫文献，毋是文学啦。哦，无像台湾人，比如讲台湾人拢甲过去一寡中国派来台湾做官，啊，种来遮采硫磺，好讲迄就是台湾古典文学，迄嘛是读较歹。迄是中国文学，毋是台湾文学啦。台湾人拢无主体性啦。咱越南就讲，迄就是中国人来遮做官写，迄是中国诶遐官僚诶文学、官僚诶文献，但是伊内底有讲着越南，安尼尔嘛。伊诶文献内底有讲着越南 ，OK， 伊先有讲着越南，但是迄个主体性，伊会感觉迄个主体性是表示中国嘛。迄拢是用中国做官诶人，中国统治者诶角度去看越南诶嘛。伊会甲当做文献来处理，但是袂当做迄个越南文学诶代表性啦。所以若古早诶遐中国人写诶，基本上伊当做文献处理尔。若越南人写诶呢，伊爱看。你若是越南人早期写诶，譬如讲，你咧写诶是你抵抗中国诶侵略，你发挥越南精神好，伊会当勉强接受讲迄是越南诶古早诶遐汉文诶文学作品，伊是有条件性诶，有条件诶，过来若较中期到二南时代呢，二南就是完全你爱用越南话写，所以伊若越南伊只若讲着古早古典文学，基本上伊嘛无啥物讲汉文文学啦，拢是讲啥？讲二南文学，上有名就是元儒啦、阮腰啦、元儒，上有名伊叫金云翘传啦、卷叫啊，伊迄就是用二南写，因为二南你就是一定要用越南话读，用中文用北京话读袂出来一定要。所以伊若越南只来讲着古典文学，基本上就咧讲二南文学啦，伊袂讲你汉文文学啦，汉文伊会当做文献处理尔伊第一个一定拢是讲元儒，若是靠女性主义的观点的，伊咧讲胡宣芬、吴春香啦，一个查某的女性作家，算古早时代真敢写的，真敢迄落，真敢讲话的一个女性作家好，若是到近代的时阵呢，比如讲，若法文写的，歹势，伊嘛袂甲你绝对发迄个越南话文学啦。法国时代，法国人占领时用法文写的。歹势，迄是法文的文献尔，迄毋是越南文学啦。咱是讲足清楚的啊，越南文学就是越南人用越南话写的啦，无像台湾人啊，拢袂清楚啦，安尼若到近代法文当然伊就排除嘛，过来你若近代完全就是罗马字啊，现代全部就是罗马字所以你即摆你若去越南，甲看，即摆越南文学绝对拢是罗马的。咧出版所以以上这是咱先甲越南的规个历史，甲伊的文学理念，伊大概状况先了解一下这部分才敢有啥问题？好，咱来看上古早汉字的时代咱看一寡相片者像这就是迄个越南话叫生业就是上古早中国派去越南做官
伫遐统治越南的时，伫遐教汉字真有名的即个人吼。即个呢，伊的定位小可有升迄个新公文啦，小可有升迄个新公文安尼吼，这是伊的迄个一个梦吼。这是因越南的即个古早期新竹版嘛，佫有用汉字吼。这是互各位看讲，越南捌用汉字用2000担的大概一个历史吼。像这是越南的即个孔子庙，应该叫文庙啦，应叫文庙、văn廟吼。这要伫的，1000担前起的，伫河内，所以常常去河内佚佗，有当时会去遐看这1000担前因起的即个文庙吼。所以为遮看你也知吼，你越南呢，因用汉字用1-2000担的时间，但是每个人嘛是法度脱汉，规个汉字甲废除掉的。咱台湾用汉字用几担？结果咱200-300担尔，为郑成功来的时代好无？到清国来，咱200-300担的时间尔，认真讲啦，汉化的程度，咱越南人过去的越南人啊，因汉化的程度比台湾人较深啊。但是人尾也嘛法度甲清掉，所以台湾人对家己要有信心啦。要有信心咱再来看，古早越南人，因读嘛是共款啊，读四书五经啊，1000字、2000字、3000字，汉字嘛是爱学啊，像这学较高级，学3000字啊。但是呢，咱有一个甲咱无啥共，咱看倒手边迄，伊这有汉字之外呢，咱有看到啥无？伊这大字的汉字边仔，佫有一个细字的，迄是啥？就是字南字啦。大字的是汉字，边仔细字就是南字。南字就是咱甲放大来看吼，安尼啦像讲你若汉字，你若看拢无问题，你嘛拢看有，比如天地基准，若边仔细字的，你着画看无，画看起来你会感觉你敢若知影伊啥意思，其实意思完全无共譬如讲天的汉字所以越南话内底伊嘛，即个天嘛有2个发音嘛，一个是天，一个是做，做是伊的白话音，天就是伊的文言音。所以你看越南话文言音是甲咱台语天嘛足共的，做甲天就差足侪啊嘛所以伊写即字就是叫你爱读，即字爱读做呀字南字通常拢是读白话较侪啦即就叫读做呀。所以伊就是天甲上甲斗做伙，变做一个新的字南字。做，迄甲2个音呢？甲2个音节呢？做一个音节咧。做做的音是上母音，伊上母音做过来做搭就土地土骹搭你若文言音就叠，拄则讲叠，土算迄个叠土。叠迄个地这是，所以边仔这就是迄个字南字所以古早的这个读册人呢，有个人啦伊就先煞去兼学迄个字南字先煞兼学字南字这是迄个越南迄个社科院汉南所的一个教授，迄当时咧甲示范讲，因当初是古早人是安怎读过来咱来看一下。咱先问各位，请问这是啥物？恁看无？我若无甲恁讲这字人恁可能想讲，这是毋是迄个为空虚字典找出来汉字？我这嘛是搁咧讲啥？这是越南话啦，是字南字啦。但是我若无甲你讲，你看足像的嘛，甚至这话你嘛搁摇会出来啊。但是伊的意思感觉你想的意思共款，无一定共款，话有共，话无共。这就是我拄则讲的，越南早期迄原始阮妖呢，原始迄个作家伊写的叫《全球》《翠桥传》的一个上头因的诗啦伊这呢，伊这是安尼我有甲拍来边你看伊这讲占南。总改回答占南是啥物意思？100担啊，占呢，伊就用一个百搁一个字，简单讲啦字南字啦大多数拢是形声字啊，咱就知啦，
差不多9成拢形声字较济啦。啊，形声字是啥？就一边咧表示音，一边表示意思，大概是安尼啦。所以占呢，迄个8就是表示一百啊。啊，迄个林呢，林的越南话读做lâm啦，lâm啊，用lâm来暗示讲伊爱读做占啊，读做占啊。爱甲歌册也好，甲中文的形声种共款，迄拢是差不多的先生啊，音差不多尔啦，无一定完全会准啦，就是准一个安尼尔。啊，就lâm嘛，你家己爱记的吼，迄读做占啊，过来南占南哦南，伊个年表示年，迄个南表示伊发音，所以读做南这嘛是准一个尔啊，过来中就是内底所以你吼一只龟，搁一个内内嘛是表示讲是内底的意思，中就是伊个基音所以占南中改梅像即字梅就是人，所以边仔是一个人，边仔即个是伊个基音所以这是伊个迄个字南字，大概是安尼啦所以大多数拢成即个形声字较济啦你第三页睇到啥？对一个第三页，字要同咩对？中。你讲伊什么意思？内底就内底所以中有足侪意思，其中一个是内底。对啊，所以安尼伊这无共款的意思，有无共款的即字南代表同音，是安尼讲？拢有啦，就你来想讲用汉字的角度形声字，无咧目前迄种，是啊，共种意思伊有可能用几啊种字来表示。不，共一个音有几啊种汉字来表示？嘛有可能有啊。所以伊无共一个音，你都讲中嘛吼，比如讲中，你有5种的汉字，有5种伊的字南去表示，你5种的字南无共意思。简单讲啦字南字嘛是无标准化，就甲歌册一模一样啦。你平平佚佗，你嘛有几啊种汉字的写法啦。你若无改，比如这中，你若无改，你甲换掉，佮换一个中安来对啊。所以这毋是注音，伊有音还有义啊。就来讲像形声，有音也有义啊。像形声字安尼但是伊嘛有分阶段啦，因为字南发展嘛真久啊。伊嘛无普遍敢是？上古早就甲你来用台语的迄个歌册角度去甲想就对啊。上古早伊嘛是加少字较济啦。这我等下搁记咧。上古早伊拢用加少字较济，尾啊形声字较济啊。这是咱举这个例，要互各位了解啥物呢？是讲像这呢，咱若无去甲注意，咱想这拢嘛汉字，其实毋是啊，过来有人讲，台语有音就有字，咱你若讲会出来，就拢会当去找，要对找为空虚字底去找，请问安尼讲法有合理也无合理？有合理也无合理？这来看咱针对字的定义是啥认真讲啦，你若字就是你只会当表达迄个基因咱表达伊个意思出来，安尼就好啊。头一定爱讲，爱古早人用过，较会使用所以有个人讲你着为空虚字底去找还是讲找伊个本字，所有的本字其实伊就假设讲，你袂使家己做，你得爱用古早人用过，较会使。古早人有写过，迄较会使算是本字。但是请问，古早人要用偌古以前？要用偌古早？100当前、200当前、300当前，还是1000当前的古早人？所以你若找本字变成无共的专家找出来本字就无共，有用200当前，有用300当前去找啊。甚至呢，我嘛当为字南内底找出这种斗甲拄好甲台语嘛会嗨啦。问题咱一开始也毋咧写台语的结果咱家己就穿凿附会咱家己黑白想这就是写台语的就是安尼来所以找本字有真大的限制，就是真大的迷思啦就是讲你到底要用啥人准？算讲在100当前、200当前，迄人写较对，迄当时伊嘛是用伊想法去写的尔所以字南就是安尼，所以伊嘛是无标准化。伊到甲今嘛共款无标准化，嘛无法度整做迄个官方的文字啦
所以字南呢，就是南方的文字的艺术啦，吼。平一个字南呢，你看着足侪种写法的啊。这顶头这嘛会使，这嘛会使，这嘛会使啊。你若无解，你佫家己甲换一个嘛会使啊。就是安尼啊，字南就是安尼啊。你若感觉要加一点、减一点，嘛拢会使啊。所以就足侪嘛，足侪种写法了。字南呢，基本上大概差10世纪以前出现的当然你古早的时阵有当时你字南甲汉字也真歹分啦，有当时足歹分所以嘛足歹确认讲到底大概是啥物时阵出现伊上头当然是作为汉字的补助工具记录地名、人名甲地方的特产较有名开始这文字南的这文学作品开始有名，开始较普遍是差不多16到18世纪迄个卡刀啦，就是开始譬如讲这原著啦，种何宣芬啦，因遮的人写，加减有一寡读册人也就是讲加减开始有人捌汉字，捌汉字内底，伊若较有在地精神、华人精神，伊就用字南去写话嘛无华人精神嘛有若无华人精神，伊就是纯粹拢用文言文来书写安尼即个字南呢，伊甲咱的歌册小可正类似啦伊早前就是以照音为主就加少字较济，后期呢是以形声字为主啦咱举一个例啦，比如讲讲，华人的讲伊做一种意思的讲其中一个是子孙后代也是讲动物通拖看你的前后文讲你若纯粹讲是记子孙或者是囡仔嘛会使啦所以上头的字人就用即个讲，因为即个字呢，昆明即个昆呢，伫外人话内底嘛拄读讲，所以伊早期就加少字啦，就像咱即摆共款佚佗，我咧写七粒桃仔的佚佗，就纯粹加少字但是甲你字面上意思完全是无共的所以早期嘛是安尼但是尾来伊发觉安尼嘛有问题加少字迄语义拢会毁去毋知影你到底是啥，尤其你若无前后文的时阵。做条会议嘛，所以你若敢写讲，到底是要写子孙，还是写通拖，还是要写啥？毋知。所以呢，伊尾仔形声伊就走出来。所以我无我讲，我即摆是要讲子孙的意思啦，所以我就去加一个囝，加一个子。是安尼，大概是安尼来当然要加啥物件，迄就足侪人无共意见咱台湾嘛共款你若要坚持用汉字咧写台语，你就足侪种无共意见所以伊遮个字南呢，久长以来大多数咱皇帝拢无要用啦。敢若有2个皇帝，一个是迄个元惠啦光宗一个是后贵理，即2个皇帝，但是伊拢在位拢短短的，因有要推杀字南，剩的拢无啦。所以这真多甲台湾嘛共款的。你讲台湾人选着家己总统，结果台湾人总统嘛无支持本土的语文对无？嘛是继续用是闽遮个语言所以华人过去嘛共款遐个皇帝摕着政权做皇帝伊嘛是佮用中国的文言文嘛是佮用文言文即个一方面就是遮个当权者无支持啦过来因遐做官的人，逐个拢读四书五经惯势所以因感觉爱四书五经较有水准你若是读迄字南字读迄种啥物展览中国英文单读迄就是无水准的啦。甲咱即摆共款嘛，有水准来读中文无就读英文若读迄台语文咱无水准的。古早嘛是安尼啦，因当时的时代嘛是安尼。莫讲啥，日本时代嘛，日本嘛共款啦。咱即摆讲的卡纳，其实古早是日本的查某人伫用的古早日本查某人伫用是用看起的但是明治维新以后，因才开始感冒。因才开始用因的日本来做主体了，才开始想讲卡纳颠倒用卡纳写，较有日本的主体性，较有日本的地位才变过来呢。是安尼所以这嘛共款咱外人嘛拢变过来，韩国嘛拢变过来，日本嘛变过来，独到剩台湾还未变过来台湾还未翻转安尼遮拄好。到遮啦拄仔炒一个段落啦无咱休困10分钟安尼休困10分钟了，咱再继续